知道下营有这个鹅肉啦、蚕桑啦、黑豆啦，后来又有文旦啦，这些希望这些一级生产能够变成3级产业的休闲农业。那通过休区以后，协会会来帮大家整合这些资源，然后来整合行销。又临近这个南科这个那个工业园区，我们会再进一步做比较友善的这个环境，或者是友善的栽植来做 ESG 的这个推广，争取这个高端的这个课程来这边消费，让一般的人来，不管是在食农教育，还是在整个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转型，也能够让他们知道农业的休闲能够带给大家健康快乐。争取那个休区的通过也已经3、4年了哈。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在地的这些年轻的业者们都相当的用心团结。休闲农业的业者几乎都是有机环保的一个业者所以所推动的各项的那个体验的活动，比如说你手做一些的物品，手做一些的东西是能够让你带回家。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亲近自然，休闲农业是在西北地区能够这样子的推动，能够带给农业的一个更精致化的发展。欢迎全国各地的乡亲朋友们能够来我们下营休区来游玩来体验。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揭牌，掌声响起。庭前休闲农业区正式启用。我们台南市另外一个休闲农区的一个认证通过以及揭牌，就是我们下营营前休闲农区。这个下营物产很丰富，而且这个坦白讲很适合休闲农业的开发，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台南的时候一定要来我们下营区来走一走。看到这个休闲农区，我看你就可能荷包大失血，买了很多住得很开心，玩得很愉快。欢迎大家来下营哦。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4月1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湾民众党人民爱党家全民问政宣导会来到台南，会中组织将近1000位支持者，唔惊风雨，穿着红帽、举雨伞来专程听讲。会中党主席黄国昌强烈批评民进党执政摕人民的纳税钱。到今也阁唔敢面对世界造谣，连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嘛到场小听，讲伊若当选台南市长以后，只会做一任，4年后换民众党来做。台湾民众党一下党内精英所举办的专题巡回宣讲，13号来到台南。虽然演讲过程拄着大雨，不过现场大约1000位支持者穿雨衣、披雨伞，专程听讲拢无离开，场面相当热烈。会中座位讲员轮番演讲，考试民进党受严格监督，就讲对方是恶强的人。不过反强的结果，间谍拢伫民进党内。会中国民党籍立委谢龙介嘛到场赞声，受到热烈的欢呼。当场开出竞选支票，小听民众党拼议员，4年后换因来做市长。明年11月选举，民众党的市议员上少爱调5席，上少个调5席，好唔好？好唔好？议会。恁若是想要有谢龙介做看卖，我干那做4年尔，我4年来改变一个单区，后壁咱就交互民众党来拍拼，你看呐，好唔好啦？好唔好啦？最后，党主席黄国昌嘛伫政人期待推出记者，但也阁有良心来登场，希望呼应前主席郭文铁所讲，政治无困难，找回良心利益。你毋是像民进党摕人民纳税2条9000多亿执政，阁不断谣言抹黑在野党。我给了民进党政府
给了赖清德台湾史上最高的预算2兆9000多亿，2兆9000多亿，到今天他们还不敢面对这个事实，到今天还持续的在台湾各地造谣。我之前有问过民进党，这个世界上行政部门提出来的预算不准删、不准监督，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一个叫北韩的，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台湾要不要成为第3个这个国家？民众党全台巡回宣讲的站场选伫永康武良宫，因为灭方无受到压力出招场地，嘛互民众党相当肯定。会中支持者拢不断用热情回应人民是当家做主，展现小草的向心力。台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位伫台南甲高雄交界的二林溪，最后一批也阁有4位场址，台有22000活吨的废弃物等待清理。对此，立委林俊宪邀集环境部等相关单位会勘，争取到征地的总经费13外亿，拢由中央负担。将开3天的时间，委托台南市环保局彻底清除。二林溪被有毒废弃物污染已经长达半世纪，目前伫台南甲高雄交界河川内，预计也带有22000外吨的废弃物。对此，长期对中监督的台南社区大学嘛再次出面，希望政府彻底解决，加速征地的作业。其实在最惨的时候，那个河都是黑色的，然后市长就偷排溃酸了。那最惨的时候，大概河川里面剩下一种鱼啊，就是大眼海鲢是本土种了，其他的鱼都无法生存了。那慢慢的在这样的整治的进展之下，现在大概已经有100多种鱼可以回来了。面对河川污染的历史强业，立委林俊宪14号伫议员林义庭甲台南市环保局等官员陪同，特别邀集环境部处长前来南顶桥上游会勘。目前包括经费、场址甲计划时程都已经确定，成为二林溪最清稀现的最后一里路。这有算大概有超过13亿啦。大概我嘛已经真清楚甲标出4个应该要污毒废弃物的点，这个做落去了，阮按算到2028年就当全部来完工，安尼等于二林溪征地的最后一里路，我们最后一步就达成了。在台南市政府勇于承担，希望能够彻底解决的情况之下，那行政院团队也来支持，所以大概估计会有13亿的资金会投入，那全部由行政院来负担，地方政府来执行。那这一次的台南市所提出的计划包括高雄市的那个点位一并把它纳入，那估计大概是4年的时间。会来完成，也就是117年底的时候，会让我们的二仁溪40年来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终于能够彻底的解决。征地总经费13亿外由中央负担，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去年的针对河层试验污骨，将废弃物分选气化作业，后续清理嘛将比较该模式来进行。那我们可以跟高雄市政府来协力和合作，那把这沿岸还有大概有4处的这个产址有2万多吨的这个废弃物，我们都能够把它整理完，把它做一个很好的去化跟处理。二林溪河道清理伫中央监管甲地方执行以及公开透明，和社会各界参与之下，希望如期伫117年完成。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Focus 甲林百货合作，规划磅礴再造环保特点，甲过去活动使用过的舞台磅礴重新制作成手作包，兼顾时尚甲环保再利用。透过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时尚设计系，甲台湾手作配件发展协会合作，
共同号召学生甲着设计一人做伙参与手作包的创作计划，利用9000集团旗下2大指标性的百货，有上少年的 Focus 流行馆，甲着上具有历史的林百货所收集的活动废弃的帆布，回收搁再利用，创作出流行时尚的手作帆布包。松林百货最长久的活动啦，那么呢，也就是希望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喽。那么接下来要来介绍做我们看到的呢是一个机能性的这个后背包，以及收纳的手提包、平板、笔电都有专属的收纳呢。接下来介绍这个包包，这个是林百货呢特殊代表的作品哦，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个包包来一个热情的掌声？这项的创作唔定回收搁再利用，更加发挥学生的创作力，将环保甲着时尚来做完美的结合。另外，业者还阁会用的来义卖，希望成为入卖商品。Focus 时尚流行馆跟林百货2家百货公司这2年来，我们在外面做的宣传品的帆布呢，我们拿来再利用。我们希望呢，将这个帆布呢，可以呢再 renew 哦。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跟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时尚设计系合作，我们把这些素材提供给学校学生来做创作。那学生这一次的作品呢，表现是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亮丽，而且非常的有创意。那我们也看得出来说，这样的一个实际提供一个单品，让学生来设计，让他发挥他的创意，做成一个时尚单品。那这样子呢，对一个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哦，把一个废弃物那变成一个时尚单品，那再做义卖，那义卖呢再来回馈社会，那这样其实是一个对土地、对国家哦，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循环。营造反响，我就知道今天的记者会绝对不同凡响啊，因为我们能够把环保跟时尚结合在一起，这是最厉害的哈。我刚刚看南医大的同学这个做出来走那个样子，除了人很漂亮，刚刚那个走的台步很好之外，那个包包啊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那个能够，我相信一定能够热卖。所以今天不仅是在 Focus 要有义卖，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将来商模开拓好之后，一定会成为热卖。这届展出总共超过150件的作品，每一个拢是独一无二。现场市长还阁颁发学生组的创意品质、创意配色，甲着使用的创新奖。另外，制定组还阁有灵魂设计、匠心风范，甲着创意造型等奖项。目前所有的作品将对今日起到6月30日，伫个 Focus 1楼的电视厅来展示。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欣赏学生甲着一人精彩的手艺。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南方购物中心母亲节档期将伫17号登场，连拍400外的国际知名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近规划满6000送900，以及多项回馈，让妈妈伫消费的时阵买当摕好康。南方购物中心今年再度隆重推出全台最优惠的母亲节活动，4月17日起，集结全关品牌推出满5000送500大家电，满万送1000。南方购物中心母亲节档期自17日到23日进行预购，正档期24日到5月11期间登场。除了化妆品满5000送500电子抵用券以外，还有大家电满10000送1000，更推出业界上悬15%回馈，满6000送900等等的超值优惠，要让妈妈买愈多，好康回馈愈多。1000送900，有15% 的优惠。那这15% 优惠的话，目前是台南市业界里面最高的。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推出了高单加码，那还有所谓的新兴极点送。那这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有3个档期，有3个波段的一个新兴加码。这部分我想还是给目的是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有更好的体验、更好的优惠。除了各种满额回馈以外，购物中心更规划全馆新兴极乐趣活动，一满指定的数量会当换取商品抵用券、会员点数、饭店大数券等多项好礼。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
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2025台南市灯会季开始咯，今年活动规划一同去赏樱、一同去泡汤2条游艇，总共10推出，热情邀请市民大众来到南西梅岭欣赏浪漫如雪的灯会。在南西国小管乐队的演奏声中，2025台南市灯会季活动12号在南西梅岭正式登场。会中由客家委员会艺文团部处副处长宣国松、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陈新宇、民政局长江林煌、南西区长何荣长、市员尹爱达利等贵宾为活动揭幕，欢迎民众来台南看灯会，并透过灯会浪漫旅游为南西带来正能量。2025年台南市的桐花季正式开幕了，现在有些已经盛开了，有些含苞待放。我想整个花期会一直延续到5月。那其实，桐花过去是一个经济的作物，但是它现在已经华丽转身，变成是客家文化精神以及客家美学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大家还没感觉，这是台南市这个最近的活动最有气质的一场了哈。我们看到人山人海，花山好海，满坑满谷都是哈。这个我们都已经在这边来拜伯公拜好几次了哈，跟他瞧了很久，说什么时间可以开。那伯公也有听到，我们看到对面那边，就现在因为光线的问题哈，那一株已经开的大概有3-4成的这个。那这两边是因为最近这个3月的时候比较冷一点，所以稍微晚了几天。南西上需要的，就是观光的发展，佮加农业的推销，而且非常感谢咱中央客委会会当挹注经费，来遮办这个活动，这对阮的观光来讲，会当讲是阮信心上的一大鼓励啦，台南市灯会季今年推出一同去赏樱、一同去泡汤2条游艇，总共16提出，内容包含行台南西客地聚落、漫步灯花小径、探访詹文水库赏樱秘境、体验龟蛋米浓汤，搭配着梅仔鸡、黄金荞麦等在地美食，游艇精彩丰富。欢迎大家来南西体验台南上浪漫的灯会季4月雪。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这几天在职业场所后巷发生一霸凌的案件，台湾复兴荒庙展开新将开刀护正义的绕境活动，号召全台南的七爷八爷出巡，结合新生卫教话题，互犯下将军成为霸凌受害者的守护神。西螺店、公善堂、和盛堂、总港宫、县城隍等15间宫庙，30尊七爷八爷在台湾文学馆前大集合，场面相当壮观。这是台湾府城隍庙罕见以身心卫生议题为诉求所举办的绕境活动。咱都拢整理好啦，我拢整理好啊！今仔就响应了其中举办这个反霸凌。城隍爷座前的范谢将军，俗称七爷八爷，在民间信仰当中是执行阴间正义、惩恶扬善的重要神明。府城隍庙希望透过神将守护人心，以信仰传递正义，让反霸凌不只是口号。在职场上，在校园里，在社会中，在社团中。任何的方方面面都不希望有霸凌的情形出现。有着霸凌事件，要安怎做处理？该引导啊，互伊舒压，互伊将伊受到霸凌的事件的代志大家讲出来，互伊释放压力。活动还特别制作反霸凌小卡，提供大家面对校园与职场霸凌时的应对指南，更首度发表以实习判官七爷八爷为主角的实境解谜游戏《阴间审判局》，以游戏创意展现宗教文化内涵，吸引许多民众热烈参与，共同响应捍卫社会公平正义。记者孙怀谈的报道。
福地佛教基金会伫关庙后先教育示范园区举办萌宠同乐会，希望推广爱护动物甲环境保育的观念。其中有一项特殊的仪式叫做宠物皈依，吸引袂少民众带宠物，互法师祝福平安健康。皈佛、皈法、皈僧。法师口中念念有词，帮猫咪做皈依的仪式。现在宠物已经是人类家庭的一份子，也要让他们感受佛菩萨的加持，祈愿平安健康。有民众除了带着狗狗前来，还有鸟、兔子、黄金鼠，甚至是鸭子和松狮蜥都能接受皈依。他们说他可以让他以后投胎成人，那时候就带他们来祈福。松狮蜥，然后它的名字叫做河豚。那我们一般进行的方式就是会对着这个宠物啊，我们会帮他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皈依啊，或者是帮他诵经，或者是称念菩萨名号。福智佛教基金会举办萌宠同乐会，这天有社工动物辅导师指导帮助动物适应人类环境，也为毛小孩种下爱心树，实践低碳环境永续。同时鼓励以素食行动爱护动物，连宠物也能吃无肉饲料。召集了一些兽医师、营养师，甚至中医师调配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蔬食的总和饲料。那它的矿物质、它的维生素，甚至益生菌，所有的动物都需要。因为动物都蛮弱势的嘛，要守护动物。所以就要从以前的概念食物，动物是食物，变成动物是朋友。现在推动这个概念之后，变成你就要推动素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福智关庙护生园区多年来收容牛、羊等动物，定期推广护生活动，希望落实友善动物和生命教育的观念。记者苏怀腾的报道。家人有一间知名的面包店推出春天限定的草莓柜，有一系列草莓甜点，让消费者满满的幸福滋味。这段时间是草莓，我觉得是最好吃的时候，因为最近有太阳，然后也没有那么多雨水，所以草莓其实是比较硬的，然后它比较好吃。看准最近草莓结实甜美，不断精进研发的草莓大福终于出炉了。保留了草莓原有的清晰酸甜口感，搭配低糖内馅、红豆粒的馅料，软 Q 的外皮虏获不少老饕的味蕾。我觉得很好吃啊，而且每年这个季节我都会过来买草莓系列的甜点，然后蛋糕，吃的感觉就会觉得有那种幸福的感觉。另外，这加入自制奶油与巧克力饼干的草莓点心，口感层次丰富，还有采用蛋白制作，点缀纯天然奶油的手指饼干，搭配新鲜草莓，令人口水直流。手指饼干就用蛋白去做的，然后上面也有打鲜奶油，但鲜奶油是纯天然的奶油，然后加上一小口的草莓。整颗的草莓蛋糕内藏满满的草莓，要给顾客满满的幸福感。草莓蛋糕好吃哦，什么都好吃，真的好吃。那个，所以我买。咖啡核桃也很好吃，超级好吃。拥有酸甜滋味的草莓系列甜点，为春日增添了一抹甜蜜。业者希望透过味蕾飨宴，带给消费者满满的幸福感。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阿玛尼奥。
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五增五保庇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
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